英国的非洲属地小叶列纳岛，人口敢若有4000多人，会当讲是上界偏僻的岛屿之一。不过，因煞是真有计划咧做能源的转型，因启用风力也有太阳能发电，最近嘛引进电动车，而且在地嘛已经按有史以来因头一个公共的充电站。 伫非洲西边1900公里外的圣赫勒拿岛，对遮看大西洋的景色是互人真心惜。这个英国的属地人口敢若4000多人，是世界上偏僻的岛屿之一。不过，圣赫勒拿岛的政府却真有计划咧为居民进行能源转型。2024年年底，和两位充电设备大厂 Easy 佮苏巴鲁汽车合作，伫首府詹姆斯镇的博物馆外口设有史以来第一座充电站，为换掉柴油动力车来做准备。未来也会陆续伫城镇甲机场设充电条。 So there's only very few electric vehicles on the island at the moment, and we want to incentivize people bringing in more electric vehicles. So installing electric chargers, putting i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we can work on policies to try and increase the electric vehicle fleet on the island. 圣赫勒拿岛逐年开大约2亿个台票对非洲进口燃料，不过这个伫赤道附近的岛屿，风力真稳定，日头光也有够，这拢是发电再生能源的天然条件。因对2014年开始启用头一批风力甲太阳能的设施，目前能源的供给占比是25%。为着响应能源净零政策，当地政府设定2018年进前，甲再生能源的占比提悬到80%，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对新的能源政策，居民是表示赞同。 There's still a little bit of skepticism, I think, about whether or not renewables and electric vehicles is part of St. Helena's future. But I mean, we've had electric vehicles arrive on the island now, and they do work. So I think people's minds are changing. 英国净零政策设定，2030年进前停卖新的汽柴油车，2035年所有汽车必须符合零碳排放的规定。按照规划，圣赫勒拿岛可能提前达成目标，正做少数实现净零排放的示范地区。不过，当地工资水准犹原无法度约到物价，电动车计价对多数居民来讲犹原伤悬。政府敢会当推出合理的优惠措施，会影响民众换车意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